哇！你睇下啲蠔仔新鮮到，真係唔係打廣告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7，歡迎收睇灣區探秘地圖。今日嚟到中山石岐，眨下眼就中午啊！快啲搵個地方醫下肚先。真係唔講笑喎！頭先嗰碗蠔仔米粉，你唔好睇佢間店細細地，又喺啲巷入邊，咁多蠔，關鍵仲要係18蚊咋，唔怪咁多香港人中意嚟中山搵嘢食啊！不過唯一美中不足嘅就係啲米粉少嗰啲啦，可能我肚餓啩，繼續出發。呢度又有乒乓球場，又有羽毛球、籃球，呢個地方幾好喎！夜晚黑啲村民出嚟打下波，哇！仲要佢呢個籃球架係矮啲嘅喎，俾啲小朋友玩喎可以。地下睇落係新鋪，但全部都封住晒。睇下，行行呢入去望下。岐頭文化公園位於中山市石岐區，係一個建喺小山上面嘅村辦公園。呢個公園年久失修，雜草叢生，入邊仲有個芒果園，規模其實唔大。但岐頭村本身有唔短嘅歷史，佢始建於明嘉靖年間，距離呢家已經有幾百年，見證住城市嘅發展。今日真係好熱，睇下呢家溫度，體感係有37度嘅，好誇張。關於呢個文化公園，流傳得最多嘅都市傳說就係話公園一到夜晚黑就會變咗樣，白天係市民散步休閒嘅好地方，但入黑之後，呢個年久失修嘅公園就會變成平行世界入邊嘅類世界，或者叫二次元空間。行入去嘅人好容易迷失方向，或者揾唔到出口，就好似跌入咗另外一個維度嘅世界咁。睇嚟個公園喺度修葺緊，所以唔係幾好入去。好明顯，呢個都市傳說已經俾我破解咗。喺呢度已經一眼望晒，真係好細，應該唔會存在揾唔到出口。而另外一個就係講涼亭老人傳說。話說喺公園深處有個涼亭，我估計就係我頭先拍開頭嗰個地方。深夜有個身形似骷髏嘅老人喺亭周圍一圈一圈咁行。如果有人望住佢，佢行到某條柱後邊就會憑空消失。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好靠譜，因為呢個亭其實都係好細。咁仲有一種講法就係話符磚傳說。就話喺呢個公園地面鋪滿古怪嘅符磚，係為咗鎮壓某種嘢，亦都話係風水師嚟改局，仲話同驅鬼有關。咁好明顯，呢家成個公園喺度裝修緊，個地下都見唔到咩磚。尋日仲睇咗個段子話咩叫做高溫補貼啊？你享受咗高溫就肯定冇補貼噶啦，係嗰啲喺坐辦公室享受唔到高溫嘅先有補貼噶嘛，又好似啱喎。但係頭先我查資料嘅時候，話呢度附近仲有個叫板坊街，舊陣時俾細路仔定義為冒險勝地，因為條街係好多爛鬼屋，仲有好多靈異故事發生。又有一條叫爬沙街，舊陣時叫棺材街，因為有好多五座佬住喺呢條街，棺材就放喺路邊，當時好多人連行都唔敢行。咁唔知有冇本地嘅朋友可以出嚟證實一下？如果係真嘅話，下次我再去探探。頭先有個阿叔喺個艇度，其實已經瞓低咗，係瞓覺佢瞓低。但係佢見到我攞住部機喺度，又起返身，可能驚我係嗰啲監工之類嘅。好熱啊，下次見。